曲所县雅拉山上有个小布达拉宫，是藏北最早的黄教寺庙，隶属哲蚌寺。传说拉萨布达拉宫修好后，后藏纷纷效仿。赞丹寺命雕刻师以萝卜为材料刻下布达拉宫，回到所县，这里萝卜竟然蔫了。按照雕刻师的作品建造如今看到的赞丹寺。寺庙也分白宫、红宫，有众多佛上壁画的精品之作，去看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11点旅行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西藏那曲的所县。那这里呢，我旁边就是鼎鼎有名的小布达拉宫赞丹寺。今天呢，就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赞丹寺。顺着这个转经筒一直走呢，就来到这个所甘丹培杰林。这个林的意思哈，在藏语里面就是寺庙的意思。走，这个是不需要这个买门票的，登记身份证就可以了。我们快到山顶了。这个山的话不高，但是在高原上面还是挺累的。平均应该是4500以上，因为我刚看了 GPS 实时海拔。到山顶了，然后这里就是它的顶，然后在这个山顶的小广场上面，这里还有一个理发的椅子。蓝天白云、苍山之下的赞丹寺，在藏北呢被称为小布达拉宫，也是藏北的第一座黄教寺庙。说到黄教，考考大家。是哪个派别？格鲁派。对，那这个看整个的这个赞丹寺呢，就是格鲁派系的。那这个赞丹寺呢，它也是建立在一个山坡之上的，这个山坡呢叫雅拉多山，并且呢，在它的西面就是雅拉乡。这个雅拉乡呢，就是格萨尔王妃的一个故乡。站在这个赞丹寺这个高处，就可以看到整个所县下面的藏式民居。走吧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说到格鲁派的话，肯定我相信这里面供奉的除了释迦牟尼，还有这种各种观像之外的话，一定有宗喀巴大师。走。哇，这里超大的一个鼓，这个鼓是蛇皮的，蛇皮面的，真的是蛇皮。天哪，你看还有这种纹路。这个主殿呢也是关闭的，然后它的四面的话，两面就是这个四大天王，然后包括有生死轮回图，而在这个顶上呢，就是7个狮子。这个狮子这个中间也是这种鹰嘴的这种狮子。还蛮特别的。我们去大殿后面看能不能进去。这里可以进去，但是要脱鞋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那刚刚进去看了一下，这个殿里面呢，主要是供奉的宗喀巴大师，还有几个活佛。然后旁边的话有一个护法殿，这个护法殿里面呢有一个超级大的玛哈嘎拉，然后还有2个师傅在那念经。看完大殿，我们就继续寻找，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有意思的。这个店里面是几个超大的转经筒，